金头毛的女军官雄雄出现，伊带阮行过长长的通道。我一路所听到的是机械轰轰叫的低频率震动。经过几片门的时，嘛听到门后哒滴哒滴，亲像病院急诊部的仪器叫声。最后，阮行来到一个亲像客厅，该当是因的交易厅迄款的所在。遐气氛轻松，有椅桌、茶水、甲饮料贩卖机，嘛有一台大电视，当咧放美国的职业野球比赛。我是少校凯西，本地咱是无需要见面的。阮大家拢找伊坐好势了后，迄个女军官对阮安尼讲，伊讲英语，刷落的对话嘛拢是用英语讲的。当然，大夫安尼应。假使若毋是阮总算行过迄座迷宫，哈哈，恐惊你并无了解我的意思。请问你是？女军官凯西的目睭是蓝色的，严肃之中有节制亲切，嘛会当讲伊的笑容较接近一种礼貌性的笑容。哦，我是反映号的大夫古壁，这个人是我带队的。你嘛会当讲，伫遮由我代表反映号发言。哦，失敬大夫先生，本地咱是无需要见面的。我的意思是讲，本地无论如何，无论你是有行出迷宫，也是无行出迷宫，咱的见面拢是无需要的。毕竟这是一个老伙儿，伫太平洋小小角落的宽大下底，有广阔海面的一个老伙儿哩。搁再讲，美国海军的军部甲这定义做无需要互外人知影的所在，安尼。伊若讲若行过大夫的身边，架腰，甲伊蓝色的目睭青到大夫的面前，安尼，大夫先生，你敢知影我即句的意思啊？哦，了解，我完全了解啊。大夫摒凊汗，弹头安尼讲。是的，阮并无侵犯的意思，只是阮的船啊。唉，实在讲，我嘛还毋知阮的船是到底发生啥物事故，甚至连阮是安怎会雄雄驶来到遮，嘛完全无法度理解。哦，你当然无法度理解。敢讲你知影发生啥物代志？我无必要，嘛无必授权对恁说明。安尼表示你就是知影。文雅心雄即时插喙，凯西少校，用阮我提醒你，无论安怎，阮的船甲所有的人拢伫即片公海的区域活动。公海是自由的。伫你献身之前，阮无侵入啥物设施，阮纯粹是因为阮的船反映号遭遇阮无法度理解，毋过你可能理解的一段惊人的航程。所以
只好来遮找求救援。伫阮离船进前，船的机电甲推进系统拢还未完全恢复，阁是故障的状况。阁有船顶悬是300几条人命。我愿意提醒，阮的船是注册伫日本的民间游轮，船长嘛是日本人。阁我伫拄则经过的通道，拄好有看到一寡日本字。我相信你真清楚知影，阮并毋是美国海军伫外交甲军事意义顶悬的歹人。呀，你是开西小校越过看文野新雄。文野新雄翻译好随船的研究员，你嘛是日本人，会使算是。恁的游轮嘛有做研究的工课，研究算是附带的用途。阮船头家是收藏家，伊有一批伫亚洲各地买到的收藏品需要研究。拄好我会使斗3工，你敢若看迄只船仿古的形式，你会当理解。迄个船头家是对古文物真正痴迷的人。那即点我是会当相信。多谢。毋过我是较好奇，既然你拄则讲咱是无需要见面的，是安怎当咱还伫遮见面呢？敢是因为阮有特别的好运啊？文野新雄安尼讲，哈哈，开西小校笑起来。确实，恁有特别的好运。安怎讲？我问你，前几日敢是有一个亚洲人上恁的船？是啊，你哪会知？我哪会毋知？伫伊的身躯的某一个部位，有阮甲伊注入皮的微型发报器，伊的信号为恁的船顶发出来。本地阮是想讲伊家己当是死啊，毋过后来阮观察到伊已经开始伫恁的船顶活动，所以阮就暗算请恁。当然，阮本地就是无方便，嘛无必要出面甲恁的船接触的。事实上，阮本地已经考虑甲恁的行踪通报互Okinawa的基地，毋过就因为即个亚洲人，你需要阮为恁做啥物？恁啥物嘛免做，只要甲伊交互阮就会使。反正伫公海，恁的船本地就无义务收留伊。这你毋免加想，阮军部当然袂当允伊无命。只要恁答应，稍等一下，恁伫保密条约顶头签名，我就随放恁转去。当然，伫遮看到的代志，恁来保证袂讲出去。阮会保证，毋过船顶的人遐济，嘛无可能完全保密。总是，若恁有阮所无了解的迄款神秘的能力，该当会使伫阮的航程协助阮。上好是会使互阮完全找袂到转来的路。开西小校，根据我的推测，恁美国海军但已经有即款能力，敢毋是？
我会提议，你感觉安怎？文雅形象安尼讲，哈哈，研究员先生，你无伫贵国的情报单位服务，实在伤拍算。若是这点，我会当想着方法处理，你放心。到时你连做梦都无法度搁转来遮，所以你是答应啊？我会当答应。感谢。毋过，我感觉即摆的问题，恐惊已经比你拄则讲的搁较复杂啊。这又搁安怎讲？我着甲你报告，伫阮踏入恁的迷宫进前，阮的某船主动甲无线电关掉啊！迄是类似遭遇海贼的反应。阮推测船顶可能已经撞到无法度控制的状况，所以才会下决心行入迷宫来求援。我想，假使你需要阮协助解决你所讲的迄个亚洲人的代志，你可能嘛需要甲阮加透露一寡线索，包括阮是安怎会来到遮，搁有迄个亚洲人的身份等等。安尼，大家才有可能推测迄个亚洲人现此时的行为甲威胁性，搁有阮的船目前可能的处境。最后，咱嘛才有机会采取正确的行动。总讲一句，你若无甲阮想要知影的甲阮讲，阮是无义务接受美国海军的命令做代志的。长官，你认为安怎？这开西少校的目头夹起来，双手揽胸。我无被授权，伊安尼讲，所以你可能需要去请示看卖，也是你会当甲阮的船联络看卖。最后，一个美丽的女军官对阮抿喙，点一个头，恁伫遮小歇一下。伊行出交易厅，交代两个警卫兵甲门口顾好条。交易厅两片铁做的拓门拓开，搁合起来。